这边儿童营。当时啊。后明仔小老师就要来啊。安尼哦。拜三就小朋友就入来啊。哦。要9礼拜啊。9礼拜呐。9礼拜啦。暑假的吼。嘿啦，儿童营无。儿童营。迄个后礼拜来。所以你若较愈济啊，100个。你进前要来嘛？要来啊。这吼唔通去，这要往迄个气球的。要用气球啊？气球啦，这气球无，这有人咧报道咧。平均分中5地，安尼，好，你啊，你来坐2个人。对，